頭先咧就啱啱包括國際金融中心二期啦，同埋匯豐銀行嘅總行咧都有發放咗啲煙火，咁咧就好似流星雨咁樣，就俾市民去許願嘅喎。而市民咧都有佢哋唔同嘅新年願望。喺尖沙咀碼頭，呢個外籍旅客俾3個女仔抱住咗。20幾個年輕人喺尖沙咀組織免費擁抱，喺寒冷嘅除夕為陌生人送上溫暖。喺香港人之間唔好再咁多冷漠、咁多隔膜啦。而呢個 free hug 嘅要表達嘅嘢就係想拉近香港人同香港人距離。另一邊幾個大學生就組成咗樂隊喺街頭獻唱，唔少人都聽得好陶醉。我希望年輕人可以追求自己嘅夢想，做自己想做嘅嘢咯。尖沙咀海旁夜晚人山人海，氣氛非常之熱烈，大機細機都係想捕捉璀璨嘅維港夜景。有人扮鬼扮馬嚟到慶祝，有更加多人喺碼頭等睇煙火匯演，熱鬧嘅氣氛吸引咗唔少內地旅客嚟到。特別高興啊！新年願望，多多掙錢，發大財。有香港市民就希望明年身體健康。大家都經歷過禽流感，其實大家都知道，其實絕對唔係一個開心嘅事啦。咁我都希望新嘅一年，大家都可以好開心快樂咁樣過啦。旅發局預計大除夕有40萬人喺港九唔同嘅地方迎接新嘅一年。去到0時0分呢，將會有更加大型嘅煙火匯演，到時候呢啲煙火會喺夜空之中呢砌出 Happy New Year， 即係新年快樂嘅字樣㗎。咁而大會呢，亦都派有啲吹氣棒棒，令到呢度嘅氣氛更加熱烈㗎。先交翻俾新聞部。另一個記者龍慧如呢，就喺銅鑼灣